第21集鬼厝。坐阿母镇这班车，拖汤含哈路来到民雄鬼仔厝。庭院深深，两过大门，内底是暗散的奇草怪树。掠过古井，转头门的查某鬼，甲指甲伸长，佮揪转去。上内面就是3楼悬贴红砖啊，牵番仔花草的大布户。哈罗无咧惊，带拖汤入去鬼仔厝，内底敢若剩一趴火。拖汤的后壁铺一块乌影介大领，伊回头去看，惊甲目睭往起来。青狂的吼叫就伫青远的空间爆发。无啥啦，密婆啊，加做大魔鬼啦！哈罗来甲踢破，拖汤目睭掰开，看到一粒乌点仔镜。拖汤的无拖汤，目睭有影好，拍青镜啦。乌点仔镜是密婆尔，骹去倒骹，顶下对对。那倒照影，后壁面是3个弯拱门，密婆停伫咧门遐正中，加一张符啊，顶头写“非徛好王爷庙空口”。密婆是双福山来的，号做双福婆，是阮新民过年过节出落的佚佗物啊。伊有2种，一种敢若会晓讲实话，号做实话密婆。一种敢若会晓讲白贼，或做白贼密婆。阮新民会凊彩掠一只来激头壳。双福婆敢若会晓应是甲毋是，而且一顿，迄个一摆尔。哈罗话到嘴口，随手倒转去，那亲像有字袂当讲出嘴。安尼哦。迄个咱就来。拖汤当要讲，袂当讲迄个字。哈罗随甲走动。哦，我知影。拖汤就甲喙往起来。头拄仔带头的阿母王讲，鬼仔厝有3个空口，敢若一空通徛好王爷庙，另外2空会转去双福山。遐拢是歹鬼鬼的地灵啊！恐怖哦！毋过，大底倒一个空通徛好王爷庙，敢若密婆知影。外观是看袂出来诶。大底咱面头前这只是敢若会晓讲实在话实话密婆，或者是敢若会晓讲白贼的白贼密婆，暂时看袂出来。所以中即只若是白贼密婆，讲的话是白贼，负负得正，中的空口就会通徛好王爷庙咯。无毋对，毋过即只若是实话密婆，表示正手边或者是倒手边其中一个空口通徛好王爷庙，就是2选1。这就有几种可能。若准即只是白贼密婆，中即空就是咱要去的徛好王爷庙，跳落去就对啊。若准即只是实话密婆，正手边、倒手边2个空口，包稳有一个通徛好王爷庙。拖汤诶，你这个囡仔真巧骨，讲了无错。换阵咱行无共路，一个跳一空。迄就是3选2，检彩会着一个，嘛有可能拢毋对。说书即只是讲白贼的双福婆，咱直头跳中一空，这是拼孤独。若较保守咧，遵照即只密婆讲实话，正手边含倒手边即2个空，包稳有一个是真的。咱2个分别着拣一个空来跳。
定着会着一个。若是安尼，咱两个决定有一个会牺牲，甚至总加。所以，迄个足重要的啦。咱干那一摆机会，迄个着啊，咱都会找着光明咯。我昏去啊！爱看看来甲你咯，迄个。假使即只是白贼密报上好，咱随跳中。若准是讲实话的密报，我跳右手边，你跳正手边，就一个会拗住马达，对无？对啦，你讲废话哦，是要讲几解？这是一条灰哥哥的数学问题，学解啦。安尼真无耐性呢。无，换你跳正手边，我跳右手边。我问你，安尼敢着袂死？是。上好报应啊！系啊，大汤，你问啊啦，问题还未想清楚，你着先问啊。问迄个敢若会当用一摆啦？你这个戆呆鸡头！哈罗起一个大声吼出来，互刺客破骨落空。后一秒，哈罗的烽火煞火起，和大汤相对看，闷闷啊笑。无论如何，正手边和倒手边定着有一空会落入去双福山，就是讲，这只双福报伫咧好笑，这只是白贼密报啊！负负得正，中一空百面桶徛好王爷庙。耶！咱甲所有难题拆解啊！大汤欢喜无偌久，随来变面。你怎会知影？密报有去过无？检采密报根本就毋知，只会讲白贼。三个空口到底倒一个是对的啦？凡是自头到尾双福报拢毋知。这条问题出来了后，哈罗点点无讲话，神伫几啊厝大骹步，行过来，行过去，行半步，落尾来到火边啊，甲唯一的光明分落花，一对目睭揶揶死，那月圆，对大汤讲话。规仔厝遮大间，独独黑暗，咱定着爱来找出路，去互拼来即个世界。咱会当去的，就是思考。生命的材料含人物，凭人类加一丝仔尔尔。这个世界到底是啥物形？阮生命嘛看袂透。就亲像我毋知密报到底知影真正的空口无？恁人会当做的，就是掌握知影的，推论毋知影的。上尾结果是安怎？连阮生命嘛毋知。有一句话讲：尽人事，顺天意。生命嘛共款。咱会当做的，就是做功德。哈罗讲，你讲啥我啥无啦？咱这是神鬼人险小说，毋是褪黑课啦。大汤雾煞煞，毋管未来如何，想清楚了后，就放胆行落去。哈罗的尾溜甲大汤的手牵起来，对双福报讲：闪！阮要来离开这个黑黑暗暗的所在啊！再会。密报天色飞向无人、无神、无未来的所在。